大家好，我係兒仔哥啊！呢期講一下土客大械鬥啊！講土客大械鬥，先了解一下咩叫做客啊！客呢個群體呢，主要就係客籍啊，即係由社民同埋流民組成嘅群體啊！依家網絡上好多人都稱為客啊，話梅州啊、河源啊、惠州啊都係客嘅城市啊！但係客呢個群體呢，喺清末嘅時候啊，係冇咩人敢承認啊！因為客係非漢以及係無戶籍身份嘅流民啊，所以客呢個身份呢，喺清末嘅社會啊係屬於最低等嘅平民啊。喺近代啊，好多人自稱為客啊，係因為民國時期嘅羅香林教授啊虛假宣傳導致嘅一種學術名詞啊。喺封建社會啊，客主要居住喺緬粵贛三個省三不管嘅三角洲地區啊。清政府為咗打擊天地會嘅反清勢力啊，修改戶籍制度啊，所以大量嘅社民同埋流民呢就遷入咗反清勢力嘅地方啊，暗中協助清政府剿滅天地會啊。而家好多人啊以為講嗌話呢就係客啊，但係講嗌呢唔一定係客啊。客呢個群體呢係由明朝開始，由王陽明打擊謝堯之亂，然後將客呢教化講咗嗌話。